好，嚟到呢個赤灣蛇口附近，就去呢個左炮台。左炮台位置。有蛇。呢個係以前係清朝嗰陣時嘅炮台軍事重鎮啦，軍事要塞啦，係虎門之前嘅，即係距離呢度深圳係距離虎門咧大概50公里度啦，係前哨站嚟嘅，虎門嘅前哨站。虎門就係最後一個防線啦，因為佢直上北廣州。咁呢度就係赤灣嘅炮台，左炮台，仲有一個右炮台，我都唔知。即係呢度附近另一邊啦，一個係對住左邊，一個對住右邊，係即係相差一點幾公里。呢度幾難揾啊，唔係幾長應該話，唔係難揾，冇乜車道啊，即係地鐵1.7公里。我呢個赤灣左炮台啊，免費參觀嘅。呢個係呢個清朝起嘅。喺呢做咩就係類似係虎門咁咯。虎門就係最後一個防守地啦，即係廣州林則徐江甲民立嘅，即係85年咧立埋，即係呢度有個像，好似林則徐紀念林則徐。咁呢個係即係虎門，去經過虎門之前嘅前哨啦。呢個距離虎門50幾公里啦。呢度唔得嘅話，就虎門係最後。虎門有幾個炮台。林則徐環路。左炮台，左炮台，軍立基地。剩翻呢一度嘅呢個舊嘅牆紙啊，有隔出玻璃，有咁鬼死遠，睇唔到啦。呢好似好，之後咧就林則徐像咧就喺呢度加咗，好似85年定係幾多年？